细汉囡仔合唱一条歌，规条歌拢无乐乐器伴奏，干那用一支大叉箍弄出咚咚咚的声尔，听起来袂输心脏嘛对咧叮当。歌声互规场的家长甲来宾拢点支持，真足听。到底因是咧唱啥物歌？会当互大家拢听甲耳影啪啪白。原来因是咧唱迄条我上爱听摇仔歌啦。讲到台语的囡仔歌，细汉的时阵听过真侪条，其中互我印象上介深的，就是一条摇仔歌。咿呀咿困，一暝大一寸，咿呀咿笑，一暝大一笑。头一摆听到是阿母唱互我听，迄阵听实在毋知影是咧唱啥物意思，干那感觉真好听。每一摆倒咧眠床困，若听到阿母唱这条歌，我就会按时仔困去。有当时我嘛会跟咧唱，唱甲精神愈好，却困袂去。囡仔歌上界趣味的所在，就是每一句的尾仔字拢有押韵。这条歌啊困、寸、俗、笑、山、歌、看、寒、囝、疼、情、情，念起来有够顺，无怪会好听。所以这条摇仔歌是我上爱听的囡仔歌啦。即马我较大汉啦，已经知影这条歌的意思。原来咱台湾的阿母咧录影，会甲因的心情唱出来。做阿母的人会毋捌家己的婴仔，较紧困，毋通吵，一暝大一寸，上好会当一暝大一笑，早日大汉。煞落歌词唱讲，叫囝日落山，抱囝近近看，是咧描写讲做阿母的人孝囝疼囝的心情。另外一句，你是我心肝，惊你受风寒。有时心肝会操烦，会毋甘婴仔受着风邪。落尾迄句，饲你到嫁娶，我才会放心。清楚表达出阿母疼囝的心，甲无条件的付出。这条歌学细大汉就无人爱听，嘛会感觉唱起来伤过幼稚，袂输干那手来骗互红婴仔困尔。不过我足介意听阿母唱，因为这条歌毋但好听好唱以外，伊嘛讲出阮阿母饲我的心情，嘛互我亲身体会到阮阿母甲我念甲这么大汉的艰苦。我阿嬷唱这条囡仔歌互阿母听，阿母搁唱互我听。